有花莲的网友讲，这位老师是因在地传奇人物，甚至有学生叫这位老师叫做叶爸，也就是花莲的退休老师叶春莲。伊真正是伫咧国民党办活动的时阵去到现场批评立委鲍坤琪，嘛以高级强匪，就要去互赶离开现场。鲍坤琪本底是讲，这叶老师是民进党派来乱的，不过在今仔日态度出来大改变，出面回实的。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初二伫华冈山体育馆举行中秋节和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活动。伊当阵立委鲍坤琪伫台顶致辞的时阵，是汹汹互一个退休的老师叶春莲呛讲伊同匪。鲍坤琪是随要求别人甲带走，结果这个老师互国手国杀赶出去。鲍坤琪是指控讲这个人拢是替民进党在攻击。作委员只要听到不同于他的意见的人的发言，他都一律贴侧翼。 叶春莲老师今年已经要80岁啊，伊退休了后，同款是咧学校做志工。2015年就捌因为抢救老树啊，做过新闻的主角。但迄当阵记者采访的相片，说互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无成通知，就提起做政治攻防的工具，引起争议。那张相片是没有经过当事同意的。东升除了在此郑重道歉之外，如果有相关的法律责任问题，东升也会一并承受。 鲍坤琪本人初时是伫县党部开记者会，规个态度转变，向叶春莲老师来回实的。一切到傅昆萁为止，傅昆萁概括承受，也对叶老师感到的这些纷扰，我们在这里向叶老师表示诚挚的歉意。鲍坤琪强调，对退休老师的尊敬不是一时的，要求民进党莫利用老师来替因攻击，搁来推动恢复教师节来放假。对于回实的方式，地方的看法嘛无同。本来对一个老师来讲的话，本来就是粗暴啦。 你对一个老伙仔嘛袂使咧，对啊。像我说恁老伙仔来叫人压着你会安怎想？对这个回事咧，叶春莲老师是规工拢真低调，无出面。学校是有师生家己做看帮，徛伫学校的门口口要听老师。伫新闻资料进前，叶老师是透过亲人回应讲，目前嘛是未原谅鲍坤琪。记者综合报道。